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咱得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愿各位主，互咱拢得到新的开力。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保养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在。请咱同齐来唱诗歌学乐咱的上帝。咱今仔日来吟，我心大欢喜，主在身边。圣诗538首。虽然伫世界，哪准伫天？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用宝血洗我清气，但我的保养
每日而乐，因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三甲主席伫你的圣殿，阮伫遮来敬拜你。当这个世界充满疫情的困扰、战争的威胁，有真侪的国民心有惊吓。总是阮知，你是这个世界的主，你对早前互以色列百姓通过每一种的征战，你拢保守因。我嘛相信，你要保守台湾岛屿国境的平安。我每一人所惊吓的事，求你台湾提起，求你祝福。伫今仔日，特别伫礼拜中要来受洗礼的姊妹，要签刷会籍入来光复教会的兄弟，互因伫光复教会即个教会大家庭，会当一只三甲欢喜、三甲八饼，有一个真和乐的合一的时间，以及有一个心灵交托的小组。所有会友三甲疼痛的所在，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对着万分到仁爱，对着战争到和平，互和平会当充满阮的心、阮的世界、阮的宇宙。求你使阮三工的梦，互阮同齐祈祷。同齐做工，来建造一个会当互全人类得到和平、公义的世界。
献上感谢甲恳求，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角来启应，这个启应文嘛是咱学了上帝的时阵。启应文第55、59是罗马书第10章的经文。你若用嘴宣言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遐尔啊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过？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咱继续来吟圣诗553首。为主来做见证，这首诗歌，因为主是咱的好朋友，用主疼痛来保佑，互人幸福承受。为主来做见证，用光救主耶稣，请咱一日来吟这首诗歌。
咱同心来恭受上帝的话。咱今日有两个所在，第一位的所在是《彼得前书》第3章14节到15节。总是恁若为着伊受苦，就有福气，免惊人的威胁，嘛免着急不安，着尊重基督做主。若有人问恁心中的愿望，就不时准备好势，通对因辩明。第二位是马可福音第5章18节到20节。耶稣要上船的时，捌互贵妇身迄个人求耶稣准伊做伙去。耶稣毋准，甲伊讲：转去恁兜，恁亲人遐，将主任命你，对你所做遐尼大的代志，拢报因知。迄个人就离开，伫迪甲波利传扬耶稣对伊所做遐尼大的代志。所有的人拢着惊奇怪。愿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位兄弟。煞接，咱要来小诗班，要来唱一首诗歌来学乐咱的主。有一项诗实在好听。
咱来请黄牧师来讲道。伊今日要讲的题目是分享愿望的缘由，分享盼望的缘由。咱请黄牧师。姊妹大家平安。今日要来举行圣礼典，要为着人来洗礼。这拢是伫因过去的人生中间，有上帝的劳碌，伫因的生命生活中间陪伴因、传扬予因。上帝用伊巧妙的计划，甲伊的带领人来到伊的面前，来领受福音的福分。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祈祷，愿你伫谈这所在来敬拜，都是因为上帝利用无比的疼，吸引阮来到你面前。透过圣神，透过你巧妙安排，伫凡事的中间，互你所听的人会当得到利益。阮会当得到这个福音所带来的福分，互阮得到对你来真大的帮助，总是出自你的恩典。当阮敬拜的时阵，阮深深对你感恩。愿你的圣神伫阮众人的心上，也安尼来催逼，互这福音的声传扬伫逐所在。过去传扬伫阮的声音，传入伫阮的耳孔。福音进入到阮的生活，安尼当阮传扬嘛共款，互这福音传扬伫逐世代。福音的精声，福音的福分。也临到伫逐位所在，主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当咱每一个人信主耶稣基督了后，其实咱的生活、咱的生命，拢会有真大一个改变。信主了后，伫咱的生活中间有逐种即个关系的一个改变。第一，咱相信的对象改变，特别。有真侪像阮安尼第一代的人，过去阮所听所看去，对囡仔时阵拢是遮偶像的代志。阮知影安尼伫庙咧做啥物，阮伫遐生活，阮知影遮偶像是啥物，甚至阮嘛参与伫这偶像的敬拜。但是现在，当阮信主耶稣基督了后，阮敬拜对象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安尼，阮离开这个偶像，看会到的偶像，我甲上帝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过去这个关系是甲偶像，这个关系是伫庙宇中间，但这个新的关系已经甲主耶稣基督做连结。若有人相信耶稣，上帝就赐予因特别的权利，互伊当成做上帝的儿女。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关系开始。第二，就是咱甲世界的关系有一个改变。过去呢，咱生活伫这个世界，咱所看、咱所听，拢是世界对咱的影响。咱所要军队，咱所要生活的方式，拢是世界甲咱讲要安怎样做，然后要往啥物人生的目标来行。所以呢，咱有世界这个价值观念，追求世界真济这个事。这常常是一个无形的偶像，这个偶像就是亲像代替上帝，这重要性超过上帝。咱袂去追求上帝袂去找伊，咱所求所想的拢是世界的事。但是，当咱甲上帝建立关系了后，咱就开始思考上帝的事，咱就用上帝的国、伊的义、上帝的主权，开始来支配咱的人生的方向。讲我所做的事，拢要下伫上帝的意思，毋是下伫世界的意思。第三方面，咱的生活圈、咱的生活的一个团体改变。过去呢，咱有这个同才团体，咱这有社会群体，咱有这个工作的这个谈判。但是呢，信主耶稣基督了后，咱袂失去这个关系，咱嘛犹原伫世间，咱嘛犹原有这个亲友，嘛犹原有真济这个团体甲咱相同做伙。不过，信主了后，咱的团体增加一个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一部分，就是咱教会的团体。过去的时阵，咱有用上下班了后，也是假日的时阵，就去甲这个团体、甲这个朋友去做啥物会，去做啥物郊游，做啥物娱乐。但是呢，礼拜日咱就来到这个所在。
过去呢，咱对这个团体真尽心，但是现在呢，咱有较侪时间伫教会中间来服侍，所以这是一种的关系的一个改变，伫咱遮来尽信徒的责任。第四项呢，其实咱甲亲友嘛有一种内在的一个改变。亲友就是亲友啊，朋友就是朋友啊，所以呢，这个关系上，咱甲因三人做伙的时阵，都是快乐啊，就是要做某一项代志啊。所以呢，这是伫咱正人咧甲人交陪的时阵，就是安尼的生活啊，互动。但是咱信主耶稣基督了后，有这物件产生伫咱的内面，伊的本质，而且咱甲朋友三人做伙的时阵，有一个目标，嘛有一个大的改变。这是啥物改变呢？就是讲，伫你心内底开始有一种负担，要为着伊做一项代志。啥物代志呢？就是将福音来传扬予伊。一个真正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伊知影只有一位主，伫伊以外无别个名，咱会当倚靠来得到救。所以有这种传福音负担，就伫咱心内来产生。毋知你有这种经验无？现在开始，你甲朋友做伙食饭的时阵，总是安尼讲一个话伫遐聊天，讲一个代志，但是伫伊心内总是产生一项，我敢若应该来讲耶稣的代志。咱享受这种亲情、友谊以及快乐的时阵，但是伫咱心内底，敢若欠过一项代志，无做到，咱就感觉无够迄个感觉。所以，如果咱无将福音传予伊，咱心内总是一种的亏欠，因为知影虽然伊是我真好的朋友，但是我知影伫我信仰中间知影，每一个人都有上界落尾一个结局。若不信耶稣基督，就是沉沦啊。所以咱有一个心虚的感觉。迄个心里的感觉讲，我现在甲伊享受真大的快乐啊，大家做伙真好，但是我知影伊最后一个结局就是沉沦。我哪会当甲伊只有享受现时的快乐，无顾到伊未来。如果伊若是我真好的朋友，我所关心、我所疼一个亲友，我若无传福音予伊，我内面就有一个亏欠，欠伊一个拯救的感觉。另外，咱对主嘛有一个亏欠，因为咱所信的圣经伫咱内面，就当咱催逼，甲伊讲耶稣，做见证，传福音予伊。伫咱内面总是有一个声，总是一个催逼，就甲伊讲起分享福音的好处，就若像上好的甲上好的朋友来分享共款。若无传，我就违背伫我内面迄个催逼、迄个声音。若无传，我就知影，我就对主有亏欠。这是咱基督徒的内面心中内面的一个感觉，甲任何人来接触，甲任何你所意爱，甲任何你感觉你甲伊有真好交陪的人，总是有一个福音的催逼，欠伊福音的罪。所以这就是咱真做基督徒，然后咱甲咱的亲友关系一种真微妙的一个改变。我等于到冰岛的时阵，甲阮小弟弟咧讲话，咧讲了真欢喜，讲伫未来，讲伊的生活，讲伫真济只生活中间的代志，会当讲规暝。但是到尾若是无讲到耶稣基督，你感觉讲有这样代志，有感觉心虚的感觉。讲遮足济代志，到阮即种年纪了后，讲到遮尔济，就敢若无一项代志比福音互你捌耶稣更较重要。伊最近就较少去教会，已经洗礼。但是你若无做一个大兄的一个责任，还是做一个甚至上帝劳保的责任，来讲起教会鼓励等聚会做礼拜，讲起信仰的代志，坚固伊的信心，就感觉讲我无完成一种的使命共款。虽然我是讲规暝，安尼大家真欢喜，欠亏。毋知你这种感受有无？催逼。
所以这是咱真做一个基督徒的时阵，伫咱拢有一种无形中间产生的一种的催逼感。这个催逼感就是知影，我现在是一个福音的使者。我甲我亲友的这个关系，毋但是过去一个关系而已，有一个真奇妙改变。我对伊产生无一个负担。我是伊的亲人，我是伊的朋友，但是我嘛是伊的福音的使者。教会内面，咱有即个祈祷小组，所以我有带一个小组的时阵，拢会为着咱的家己的事务来代祷，有啥物需要代祷的事项无？即个其中一个姊妹一定会讲一项，为着我的妹妹祈祷。伊家庭一寡的事务需要替祈祷，但是我嘛足希望伊会当来信耶稣的，无需要咱替祈祷希望伊会当来信耶稣。嘛着为着我老爸祈祷，我老爸现在身躯无好，上帝互伊安尼较会当较好势咧，祈祷会当得到医治。但是我嘛足需要，足希望伊当来信耶稣基督。你知影这个项就是讲，咱较关心伊的代志，咱关心伊的病痛，但是呢，伫这关心以外，还佫一项就是希望伊会当来信耶稣，佮加添一项。我想你若厝内底人去带伊，厝内底有啥物代志，你嘛是真关心嘛。但是真侪时阵，毋若是解决伊的问题之一，因为解决伊的问题，佮佫一个较根源的问题，就是希望伊嘛会当来信耶稣基督。姊妹，毋知伫你内面有即种对亲友的即种福音的负担也无？我有一个大学，一个基督徒同学，大学的时阵一个基督徒同学，这个基督徒同学到咱呢，拢住共一个宿舍，非常热心。有一天伊就写这个奶互我，请我去迄个仙乐园伫咱香山的所在，为着伊的牛来洗咧，安尼。这牛我嘛毋捌就讲要洗咧，已经准备好势要洗咧，好啊，就9月中、9月17日替伊来洗咧。所以我伫祈祷小组就请大家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我要替洗咧，我就毋捌但是洗咧那是一种咱一个牧师受托去完成的一个工作，安尼。但是嘛，希望咱大家为着这个伊的牛来祈祷。这样代志，我就伫迄个祈祷小组请大家为着这来祈祷。然后董理长老伊嘛伫遐讲，我嘛有一位较早我伫科学园区管理局的同事，最近嘛带入伫仙乐园啦这个同事我咧替祈祷过来年，大传福音传过来年，大家心真硬咧，拢传袂落去，拢毋信主，安尼，所以。大家嘛继续替伊祈祷啦，安尼，真力安尼就对。最近嘛，带入到迄个香山的仙乐园。我听了了，我要去团咧，要说咧，这个嘛是伫科学园区管理局上班过呢。我就董理长老讲，咱讲的敢是共一个？伊叫做啥物名？伊讲，迄就是阮同事呢。伊要说咧我咧大家传过来年祈祷过来年。迄拢毋信主咧，伊即摆要洗咧，这一奇妙一个代志。所以阮在这祈祷会中间做伙来感谢。这要讲就是一项，就是讲同事，但是你对同事敢有一种负担？我甲伊的关系是同事，但是我已经信耶稣基督。现在我甲伊相对的时阵，毋若是一般的同事而已，我对有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催逼我过年替祈祷，这个负担催逼我，然后机会我就来传福音，就传拢袂信主咧。姊妹，咱尽咱的祈祷，尽咱的传福音，但是上帝伊咧暗中做代志。现在伊要说咧。我相信迄天我咧祈祷时，伊董理长一定是着惊，要洗咧我讲你祈祷真正上帝有听，你所传福音，上帝真正有咧做工。所以迄天洗咧时阵，董理长老有落去，在场有过来，为什么你会伫遮？呢？除了我迄个同学以外，还有其他伊邀请的朋友，
为什么你会伫遮？因为伊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好咧，这个无意中因来，伊邀请伊的朋友来，但这个朋友就是阮旧年做伙大汉的朋友。安尼，后来这个兄弟去到迄个中间遐开刀。即马这个我的同学就奈何我讲我去中间时，有一个基督徒医生请阮食饭。我看迄条相，我感觉讲，为什么伊会伫甲恁做伙？哇呢？因为迄请伊食饭迄个医生是我的男宾相。整个的世界，敢若为着即个人来效力。所有的人拢集中起来，无论是我迄个同学，是我迄个去世的迄个朋友，还是去中间迄个朋友，拢做我熟悉的人。为着一个我过去无熟悉的人，暗中的中间做伙来学力。所以我逐尾阮迄个同学讲上帝有够听恁即个句话安尼，全世界拢替伊来服侍安尼。病医也是我熟悉，洗掉我熟悉，你也熟悉，拢总安尼，共一个时间暗中做代志。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一个鼓励。当咱尽咱的开力来传扬福音的时阵，尽咱为着咱的朋友、亲人来祈祷的时阵，上帝暗中中间在做代志。祈祷无落志，传福音无落志。我相信呢，这项事伫咱东立长老的身上，一定有一个真切的体会。彼得甲约翰因传讲主耶稣基督，后来因为这个传福音，因就受了去到这个议会，受到这个大祭司啦、这个官长但恐吓。伊讲你毋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传讲、来教示人。你毋知彼得甲约翰因安怎来回答？因讲阮所看见的、阮所听到的，我袂使无讲。兄弟姊妹，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亲人，若是还未信主，相信上帝互咱有这个负担，为着因来祈祷。我若无祈祷，我袂使无祈祷。咱要传福音互伊，一直放伫咱的心内有一个催逼，传福音互因。我所听的、我所讲的，我无讲袂使，因为这个声音一直伫我内面。亲像彼得甲约翰所讲的，阮所听见的，阮所看见的，阮所经历的，阮袂当无讲。兄弟姊妹，希望这句话嘛是放伫咱的心内。我无讲就袂使，因为心内伫内面。我若无讲，我就迄个亏欠伫内面，欠迄个福音的债。有时真侪人讲，你咧传你牧师我就无读新人院呢，我要咧讲啥？若要讲，无你跟我去，我就袂晓讲。彼得敢有读新人院？约翰嘛无读新人院啊。但是，伊讲什么？伊咪讲迄个真深奥的深学，伊是将所看见、所听到、所经历的讲出来。你有经历主耶稣基督无？写起来。有时呢，记载伫咱中间有一个通讲文的事，上帝为着咱所做的事，真侪达到地的代志，小事大事拢有。常常咱就安尼忽略去，咱大声就袂记哩。我上帝听，我上帝听，上帝安怎听？嘿，我想看卖想着想，然后就讲了无就字，记录起来嘛是真好吼。主耶稣基督伫迄个自家的水边井边，伫遐抢水的时阵，耶稣基督来拄着一个妇人人，就来讲即个妇人人的代志，就伫遐对话。咱看即个约翰福音第4章。然后，这个妇人人，伊安尼甲主耶稣基督讲话了后，心内就真深的感动。哇！伊就真迫不及待，将伊要抢水的水盘放伫边家己走入去到城里内面讲：我见到一个人，这个人应该是主耶稣，应该是弥赛亚。伊将我所知影，将我的代志讲出来，互我知。伊竟然将我的代志拢总知影，安尼甲我讲，互我真大一个帮助。所以咱就出来，来见这个可能是主耶稣，可能是弥赛亚的人。规城人拢出来，来见耶稣基督。这个妇人人做甚物？将伊所看到、所听到，去达全城人讲，
全庄头人拢来。有一遍主耶稣基督对一个人身上赶出一群的鬼附身，安尼。这群的鬼呢，进入到这个猪的内面，啊，这猪拢总2000只，啊，这猪拢走入到山坎内面，啊，伫遐害你淹死。主耶稣基督对这个人来讲，伊讲：你着转去，去到你的厝内底，你的亲人遐，将主为你所做这么大，甲伊怎样怜悯你，互你对鬼附身中间得到讨帮这样事，拢答应讲。哦，所以圣经记载讲，迄个人就伫家玻璃，然后传扬耶稣为着伊所做这么大的事，众人拢着惊奇怪。啊，我捌你啊，我知你就是鬼附身。啊，常常一个人安尼茫茫渺渺安尼，啊，然后你的人生就是安尼，我所看安尼完全失控的状态。今仔日因为记得主耶稣基督，你有这大一个改变，是为什么你会当这大改变？哦，替你做这大代志的人，一定是非常特别的人，竟然会当完成这么大对你的恩惠甲怜悯。安尼，我就来看卖啊，这个是啥物人？这个人有做啥物无？这个人就是将伊所经历的、伊所看见的，主的对伊的怜悯、主对伊的医治，去分享出来。所以，伊要去读新人院啊，当然无，伊只有做一项传讲所经历的事，讲出来分享。所以今日咱所读圣经内面讲，若有人问恁心中的愿望，就不时准备好势，通对因来辨明。保罗伫耶路撒冷受掠，然后一直到送这个罗马受审的过程中间，有200-300个机会，拢见证伊见到主耶稣基督，伊整个转变的过程。啊，你若去分析伊内面所讲的，伊所讲的这个过程，其实记载拢共款。那我相信伫这个使徒行传是记载2遍，详细记载2遍。但是我相信伫私下中间，伊一直咧传讲伊信主的经验。你若去分析的时阵，差不多有一个3段，要安怎来做见证哦？伫遮有一个马上模范的方式。第一人，就是以前的生活。所以保罗安怎讲伊家己？伊讲我过去是生长伫迄个基利家的大树，我伫加马列的教文内面学习严格的律法。我用我家己的方式来热心来服侍上帝。这个热心就是照我所想的方式迫害信耶稣的人。哪有人信耶稣呢？佫讲伊弥赛亚，这是真大的亵渎。然后我去捆着教会，掠人去关起来，这是我过去的生活所做的，违背真正的信仰，反对耶稣基督，这是过去的生活。然后人分享做过去也未信耶稣以前，伊安尼犯着真侪罪，做真侪这毋好的代志，然后伊生活有真大无好的这个表现。第二项，保罗讲信主的经过，所以安尼写讲。但是到有一天，当我行入迄个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基督向我来显现，对我讲：保罗，保罗，为什么你压迫我？为什么压迫我的教会？所以呢，保罗伫遐真对惊。主耶稣基督竟然对伊来这个大的罪伊来显现。所以阿拿尼亚就安尼带领伊来信主，伊就目睭就开，伊就开始明白耶稣基督，这是伊信主的过程。第三项，信主了后有什么种的改变？所以伊讲，现在伊完全相信过去伊所反对的耶稣基督，而且现在伊受差派，交做一个使徒。
来传扬过去伊所反对的耶稣基督。所以圣经有记载讲，这犹太人拢非常着惊。这保罗伊过去是安尼困着教会人，反对耶稣基督的人，将这基督徒掠去关的人，现在伊竟然传扬过去伊所反对的耶稣基督。现在伊竟然加入伊过去所捆着的教会，真准其中一个人。这个人到底为什么有这样大一个改变？生命改变。然后保罗讲：我一世人为了耶稣基督来活，生为了伊生。死为了伊死，我是属耶稣基督的人，要伫我身上来荣耀耶稣基督。这是信主了后前后改变。所以咱的分享嘛是安尼啊。信主以前，你过去的人生是啥物？你的想法、你的价值观念、你的生活的目标是啥物？现在你怎样来信主？信主了后，你怎有真大一个改变？就谈到所讲的，咱信主了后，咱其实拢有真大一个改变，内在改变、外在改变，关系改变。这是咱现在为什么咱就开始一个幸福小组？幸福小组这福音的工作已经进入到第二梯次。大家有哪知影讲？要来进行？第一梯次安尼进行了，大家拢有经验，放到第二梯次。但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天数，就是要邀请人来参加。所以呢，我就开始为着这个祈祷，开始关心，然后伫迄个筹备的时阵，就开始讲，咱会当邀请什么人来？咱会当邀请什么人来？哇！这梯次差不多总共有10个受邀请未信主的人来。受邀请的是啥物人呢？拢是伊的朋友，拢是伊的同事，拢是甲伊过去有一个交陪、关系密切的人。现在邀请因来到咱的幸福小组的中间。为什么会做这个代志？过去同事是同事，过去呢是朋友是朋友，拢是共款。但是今仔日，就是因为对因的有一种福音的负担，我若无互因会当来信主耶稣基督。和这个关系会当超过只有一般的关系而已。若无伫我的关系中间，若无有福音伫我的中间放入来，我就感觉有亏欠。伊是我真好的朋友，过去咱真好的斗阵，但是我若无将福音传扬互伊的时，伫我来感觉对伊有一种亏欠，无够朋友迄个感觉，无够疼因迄个感觉。所以伫伊内面有一种福音的区别，讲我倒爱带因来到教会中间来参加我的幸福小组，我会当听到福音，互众人对因的关怀、对因的祈祷会当显明出来。姊妹，伫这个准备中间，一定有一个天数，这个天数就是有人做见证伊就要写因的见证。有几分钟的中间，伫迄个幸福小组咧见会时阵。来讲起我信主以前，我怎样信主？我信主了后改变怎样？为着伊这咱所有的邀请来的亲友 best 来因来做见证。所讲的毋是像牧师所讲的安尼，哇一篇大道理安尼讲落，去查经查考圣经，有个新学的问题，无啊。因所讲的一项就是将因过去所听到、所看见。所经历的写出来、讲出来，甲因分享。我现在愿望是啥物？我现在愿望的内容是啥物？为什么我有这种愿望？拢是因为耶稣基督伫我生命中间所产生的改变，分享见证。这是咱每一个人应该来备办的。无说我都无参加幸福小组，毋免啦。姊妹。圣经内面讲到，随时准备好势，随时准备好势，因为你毋知影当时要拄着什么种的人来问起你这样代志。你是基督徒，礼拜日拢去迄个所在，为什么你袂去遐？你安回答的？无你是咧信啥？安尼吼，到底为什么？互你感觉，互你会当安尼，拢逐礼拜去，拢袂善，差不多教会，看你也咧快乐，为什么？我看你都过去无共款你有真侪真无的习惯你敢若改变真侪这个无好的习惯。
嘿，我看你甲比前佫较好，较亲切咯吼，啊嘛袂较发脾气，为什么？咱的姊妹，如果咱若知影你是基督徒时，一定心中有足侪这个概念想法。我足想要知影，到底伫这个人身上发生什么种代志，你有准备好势啊无？过去保罗因受了，也是这个学生因受了的时阵，因的见证就是要来辨明因的信仰，为什么因今日受了？但是因需要为着因受了的理由来做这种辨明，这就是见证。所以见证随时准备好势，有人可能是问你，有人是质问你，有人是无了解你所做的事，甚至为着辩护讲起咱为着辩护咱的信仰，咱来做这种的见证。有时阵咱对咱的信仰无真了解，甚至有一寡误解的时阵，咱可能要做一寡辨明。拢是用到咱家己本身的见证，对因讲起所看到、所听到、所经历的，你必须要讲，你不得不讲，但是伫遮随时准备好势。所以鼓励咱每一个人嘛是共款去思考，这个时间可能会到，准备好势。然后人逐日问起各种的问题。然后人问起你心中问的理由是甚物，咱就当真温和的方式来讲起咱的见证。所以咱也伫咱的周报中间写，咱基督小组拢爱为着这个 best 来祈祷。现在咱非常强调这项事，也将这种代祷的重点放伫内面。咱一定要为着因的信主来祈祷，毋是我靠咱家己的气力，有时我靠咱家己这种口才去先落远，即个为着即个兄弟来说的这项代志，互我真深的感触，也知影讲就是祈祷啊，就是得时不得时，你的亲友来传福音啊，做咱应该做的代志，顺探圣是伫咱内面的催逼，然后。上帝做伊的代志，我相信迄边的洗礼，互我一深的一个体会。安尼，上帝伫暗间的中间做事，为着伊所听的人来效力，那嘛是为着咱福音所领受的使命来效力。姊妹，这是咱来推行这个幸福小组福音的工作的时阵。咱做应该做，希望这个幸福小组现在有2组，慢慢会当扩大。今日咱要洗礼的2位姊妹，伊嘛是伫幸福小组中间，伊是好所在的幸福小组参加伫遐。马丁路德有一个朋友，甲伊共款伫修道院过去的时阵，这个朋友嘛甲伊共款，有一个福音的负担。这马丁路德呢要离开这个修道院，伊就来讲你去，我替你祈祷，在这修道院的中间，替你祈祷，安尼，所以勇敢去哦，安尼吼，去传扬福音。有一个暗时呢，伊就做一个梦，这个梦就看到一片真大一个和田，伫这个稻麦的这个园，但是有一个人伫遐挂稻啊，只有一个安尼。哇！遐大片的一个和田吼，遐尼大片，一个人咧挂当时安尼。然后呢，伊就详细来看，这伫迄个和田中间咧挂稻的人，就是马丁路德安尼。所以就真深的一个感动。这无合理啊！挂到当时，为什么只有马丁路德？伊心内就有一个声音。去斗相共啊！去斗相共啊！所以这个朋友受感动，伊就离开修道院，毋那是祈祷，伊投入伫迄个受挂的行列中间。咱嘛是共款啊！传福音，有人去传这个，去传，都无我的代志，我替恁祈祷。姊妹投入伫这受挂的行列中间。咱可能对于幸福小组的方式无真熟悉，
咱是有时间来参加看卖，即道我想要来投入看卖，甲恁做伙做看卖，去发觉到底会当做啥物，投入伫迄个中间。伫即个进程，你嘛是祈祷共款，但是祈祷以外，如果咱要进入到内面的时阵，咱来安尼有一个成立小组，还是讲咱参与一个小组，咱会知讲到底幸福小组咧做啥物代志，安尼咱祈祷更较具体啊，吼，对不对？所以呢，希望呢，即个幸福小组即福音的工作会当安尼伫咱教会中间做建立起来吼。主耶稣基督讲，庄稼已经成熟，已经熟。这表示讲，已经有真侪人准备好势，要对这个福音有一个反应。这个幸福小组结束了后，因拢伫遐讨论讲，咱邀请的这个 best， 因来参加的时阵，因有啥物种反应也无。我这边去参加，发觉呢，因老师继续讲话时阵，讲得非常的欢喜，讲得真投机，嘛当分享讲因的代志，分享因的问题，需要带倒的出行，有真个关心，我相信因的体会真深。美国有一个真伟大的一个讲道家，你们必起博士。伊年老的时阵，有人问伊讲：你的人生，什么代志上介重要？伊回答一项：带人归向上帝。这是一生中间上介重要，也上介值得来提起，也是到伫年老的时阵。感觉伊的人生上介有修成的所在，毋是用咱口才，毋是深奥神学，那是会当带人信主的热情。毋是靠着咱的口才，有时是祈祷，将咱所听见、所看见、咱所经历的，正来讲起，甲因来分享咱心中的愿望。咱三甲来祈祷。做阮献上感恩，做阮已经领受福音，福音的是真声，嘛伫阮教会来响起。福音的负担嘛常常伫基督徒、你百姓的心中来响起，得去传扬，得去分享，做互咱的亲友会当知影咱愿望的原因。上帝啊，当有这种区别的时阵，我就起来回应讲，阮伫遮找起阮去传扬，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的讲道，煞叫咱来唱回应诗，圣诗363首，圣诗363首。咱三甲八饼同心来跪落，三甲八饼同心跪落。当咱若虔诚跪落，面黄清早，光明日头，咱的主会怜悯咱，咱起立来吟传诗。
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希腊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接着，咱要来请牧师主持圣礼典。首先是要洗礼的姊妹是。咱要来举行洗礼，以及一个兄弟伊要信仰告别来转接进入到咱的教会。请这三位来到头前的所在，这位就是咱的詹桂英姊妹，梁基慧姊妹，个咱一个兄弟，罗茂荣弟兄。罗茂荣弟兄呢，伊伫1979年时阵。已经洗礼安尼，所以伊是要对友好教派转入伫咱中间，但是同款，咱拢用即个信仰告别来搁一遍来告别因的信仰。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即是要安尼对因三位来讲，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张桂英、梁基慧、罗茂荣，你着伫借人甲上帝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你着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配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无？会从请起立。而且也欢迎罗茂伦弟兄加入伫咱高雄教会成做咱的陪产的会员，受接纳，成做咱其中的一体。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实，各愿恁的神魂甲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贪嫌。现在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也加入高雄教会，成做陪产会员。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高雄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产会员，有份伫主的道以及新的约的恩典，三甲祈祷。主，你照着你好的旨意
主你引带人来到你面前，照着福音的传扬、亲友的关系，安尼因会当听到福音，对着亲友福音进入到这个家。主感谢你，透过良医会姊妹福音念到伫伊的姐姐、家己的妈妈，也透过人的关心、辛苦亚症，安尼今仔日要欢喜收成。这是上帝你所做奇妙的事，伫人的心上要来经验上帝你的救恩，伫人心上成就你的怜悯，为着因所行大的事。安尼，伊会当领受你的救恩归入到你的名，恳求上帝照你的恩典继续引带，帮助因坚强因的信心，一世人军队主耶稣基督。也为着茂荣弟兄来祈祷，现在伊归回到你的教会中间，热心伫阮中间服侍。相信上帝啊，你互伊生命更较宽阔，更较丰盛。安尼，人要对伊来领受真大对立来恩典。感谢你，互阮尽力服侍的时阵，我要伫阮身上流露上帝你的无比的恩典。安尼，伊嘛当传扬伫教会对内服侍，对外传扬。主感谢你，互因会当成做各方教会陪参会员，成做教会的一体集体，互相服侍，彼此服侍，相同服侍你。主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即摆咱请面对咱的会众吼，咱请咱的长老来到头前的所在来接纳宾，来请做咱教会陪参会员。咱好所在小组敢是有要准备礼物来送因吼。这个所在，这是咱当好所在幸福小组吼来代表来送因。还有咱茂荣弟兄呢，伊即马参加伫迄个献歌队，所以献歌队嘛有礼物要送伊啦吼。来，请圣歌队一起过来。我代表圣歌队欢迎我们罗茂荣弟兄落籍在我们公园教会，欢迎你，俄勒柱。罗茂荣弟兄有学唱歌，也南教会足好听，安尼比无数的较好听，安尼。唱歌剧的，足厉害，安尼。来，咱教会敢是有哪有送一寡礼物吼，要互因咯吼。好，来，已经送了吼。好，咱伫遐真欢喜吼。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所以这段时间呢，其实咱有咱教会长老对这家庭久长的关心，安尼。那议会咱拢熟悉，议会已经去到上帝遐，但是透过议会，就是一个感觉人真卑微的人。但是伊嘛是共款传扬福音，见证，所以透过议会，伊的妈妈、伊的姐姐，今仔日来信主，非常特别。所以呢，我相信上帝嘛共款会得照着咱每一个人所见证的，会当来引带人来到主的面前。继续，咱要来举行咱的圣餐，咱共款来唱一首的诗歌。这首唱
主要所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要所基督华人庙迄一面有提饼祝圣，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拍过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会到伊过来。从主要所基督华人庙迄一面有提饼祝圣，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所以我伫遮设立杯甲饼，表明主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你的宝血为着阮流出。我伫遮领受即个杯甲饼，表明我有份伫你的救恩。现在阮拢是属主你的人，阮传用你，互人会当来认捌你，来归服你。今仔日我嘛真欢喜，有人贵营节以及杨子会受洗礼，正做你的查某囝。安尼到阮三重来领受即个恩典的杯甲饼，我拢有份伫你的救恩，欢喜来领受。愿你的神甲阮三重做伙，将这疼保佑伫阮的心内。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饼表明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伊建立是个承担咱所有罪，伊的身躯为着咱拍破。这个饼嘛是表明主耶稣的基督身躯，在咱重新领受时阵。表明咱是身躯内面百体一体，伊是咱的头，咱是伊的身躯，彼此成做肢体。也表明伫咱的头耶稣基督内面，咱合一的关系。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
有着恁拍破，你着惊安尼来纪念我，请三角来领受。主要所讲，即个杯就是神约伫我的杯所设立的。既然你要是着惊安尼来纪念我。要咱会献罪者，伊留出的宝贝，只通咱一切罪。就是信仰，了了，最后所祈祷，为咱所有的宝贝。靠着伊的宝贝，咱的罪无搁受纪念。圣经讲，罪无搁受纪念，这人是有福气的。咱是有福气的，会当领受这个杯，罪无搁受纪念，会当甲上帝相交和好。这个杯是信仰，是咱主要所基督的杯所设立的。既然你要是着惊安尼来纪念伊，请三角来领受。因为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是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人证明三个地的，我一间来感谢。我这个杯甲饼表明你的情，有杯甲饼，就表明我伫你的内面同领受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愿这个杯甲饼所表明意义。显明伫阮的生命中间，教会就是你的身躯，阮合一。杯甲饼表明主你的救恩，阮用领受，安尼阮献上感恩。伫杯甲饼所表明的情内面，食这阮的快乐甲帮助，伊都告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请咱同心来奉献，回应上帝听他。请师爷同工。心乐献上阮的物，才能甲运输来服侍你，嘛献上阮的金钱，做你的圣工路用，愿你干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这是来报告教会消息，咱迄个周报的第二天，真欢迎今仔日牛山贵姊妹甲联谊会姊妹来受洗礼，感动教会叫做阮咱的兄姐。负责专业的是罗茂荣，信用个别，负责专业迄个为台北，永和教会专业的是林建安，同欢迎因。今仔日礼拜了后，咱有要做一个7号，要到7号调开第三次圣诞节期活动的筹备会，请相关的迄个人员会当来出席，咱圣诞节的时阵，目前有迄个图片无？圣诞节期迄个相片咱11月20开始，咱迄个彩虹音乐季要带咱遮来第一场的演出，甲迄个车庆的礼拜。第二场的演出是伫11月25日。这个时间是礼拜五，是咱主要是要甲后壁面咱公教会后壁面迄个公理的活动中心，只有一个避暑大之家，避暑大之家是北门圣教会，甲即个来遮办理一个照顾老大人的一个长照戏剧点，迄个对象，
欢迎咱青年团契以及咱妇女团契，伫11月25日早起是9点半这个时间，欢迎做伙来陪伴这个士大人吼。啊来12月初10，有一个迄个青年的迄个处女以外，啊个因的青年崇拜。啊来12月17，是吗？12月17吗？我看无啥会唱。哦，12月17有一个，对啦，迄个是张敦雅神学生哦，伊主动提出来，伊要来有这个见证分享。哦，啊12月18主日。12月18即旧，差不多规工咱教会拢真热闹吼。早起是咱是主日礼拜是要为主心之家，即个照顾囡仔、课业辅导的，啊，甲迄个伊嘛有做老人关怀据点的，即个主心之家来替伊迄个奉献吼。早起啊，下晡2点，伊伫咱的教会。遮有办主心之家的岁末感恩祈福音乐会，哦，安尼，哦，这个是迄个12月18，啊，欢迎咱的兄弟会当为着主心之家因的需要，哦，安尼来准备迄个奉献。啊来，到12月24日，24日初步的安排是要做一个，下晡3点半开始，幸福小组这边预备来办理迄个恩典永流见证音乐会。啊来，伫个暗头这个时间，5点50到7点20这个时间，阮来建敦长老的建议是讲，用安尼这个时间有真侪兄弟，因为3年这个疫情的关系，拢无来教会，啊，希望用一家一菜。来分享这个爱吼，咱来办一个平安夜的爱宴吼，平安夜的爱宴。这个是一个12月24，迄个暗时的迄个做伙食饭。啊来7点半有一个平安夜的礼拜，哦，这个平安夜的礼拜当然是黄牧师来迄个做迄个主理。礼拜煞暗时9点，拍算要来做一个。报佳音的活动，报佳音的活动，想讲啊，在疫情的关系，可能要安怎报？啊，有个人惊传染的问题，安尼吼。啊，所以初步想是讲后壁运动场，安尼诗歌唱一唱，快闪族，安尼回来就好。但是哦，燕平执事有一个感动，他的感动是，我们应该借着。平安夜报佳音的这个，到我们不常来的会友的家去，送一份礼物，但是这个就必须要比较多的人力来协助来同工。那等一下的筹备会，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决定。哦，那另外那个爱宴，牧师也有讲，是不是改为过去的夫妻餐厅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办理？但实际上，那个也都是要比较多的人力，啊，是不是大家都愿意来参与这个事工的一个协力？那可能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讨论，哦。那再过来就12月25号的圣诞赞美礼拜，救主圣诞赞美礼拜，这个地方主角是在圣歌队跟敬拜团。那敬拜团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开始加入这个练唱，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够开始练唱哦。那当然，我们敬拜团的那个团员也必须要预备心来参与这个服事。然后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的舞台的一个整理是，下个礼拜就必须要准备好，因为10月20号那个彩虹音乐季就要开演。那所以下个礼拜下午。我们礼拜完之后，请壮丁留下来帮忙，从地下室把我们相关的那个木板
做搬上8楼，然后开始做基本讲台的一个扩组这个希望咱兄弟会当透过这1年、3年外来，咱拢无办这款大教，迄个教会，迄个大型的迄个活动，有一些人都被关在家里，让我们也感觉到，我们应该是要邀请回来。今日我每一个礼拜拢会看 YouTube 顶悬有偌济兄弟咧关迄个从线上礼拜吼，今日看14个，进前看拢超过20外个，伫疫情上严重的时候拢50外个，今日我看礼拜长，今天来的人数就比上个礼拜又多了很多。我们也希望我们在线上礼拜的会友可以开始回来了，因为疫情看起来是已经走到我们可以比较安心的地步了所以伫这个整个迄个圣诞节期的整个迄个活动的大概筹备是安尼，下晡会去做一个较好的决定。好来，中执会临时会会选出来丢了。即时咧，请大家来注意。幸福小组的福音行动，迄嘛家己来看。来就是近期迄个圣聚会活动后一礼拜主日2堂礼拜，这是分两个迄个讲员，一个是主信之家的淑珍姐妹，台语是陈圣山牧师要来为着台神奉献，主日来遮。代替台神来做请安问候的迄个讲道。圣经教界消息这福禄寿公部伫这个礼拜4要招咱的教会来召开2023年暑工研讨会，所以这11月7日。来，咱教会牧师一直强调的这个线上关怀祷告小组这个希望兄弟你若有。迄个感动，你个会当来参与到这个事工顶悬，安尼。好，这是以上我伫遮的报告，牧师毋知要补充无？昨咱有50几位咱的兄弟姊妹讲教会去参加咱的牧师的个别礼拜，在场差不多200位因为家属安尼讲所以这是一个真尊荣的一个个别礼拜这个中间迄个。因为家属有了后有消息互我，讲非常感谢咱光荣教会这是非常温暖的一个组织伫这疫情中间有200位去参加，咱光荣教会1/4这是互因咧感觉真温暖的一项代志第二真紧的报告就是讲。咱这个系列中间，互咱小知影有一个就是会籍专业的信用个别罗茂龙为什么要增加会徛伫头前？就是因为伊过去是毋是伫咱长老教会系列所以若即摆要进入到咱长老教会做陪参会员，都要一个信用个别。还有就是林建安的面，为什么伊是咱长老教会系列直接转接就好临时会会，咱的即是中一个补选咱顶礼拜有顶，这礼拜嘛是有顶，这是照咱的体制，就是咱公告2礼拜啦安尼。然后后礼拜咱要邀请这个主心之家庄淑珍姐妹来伫华语礼拜讲道，这个部分来小可说明。庄淑珍姐妹伊按算每年要去考新人院，照咱教会一个。迄个长老教会制度，就是咱教会爱来辅导1年安尼伊才能去来读新人院所以这个辅导的期间段呢，伊会当参与伫教会服侍伊过去也嘛捌读过新人院啦伫其他教派所以这边安排一个机会，互伊来讲道因这要讲道进前，讲长牧师拢会甲因讨论足久的时间。2遍3遍甲伊讨论改搁改安尼这甲咱迄个新学生共款，因为讲经的牧师拢爱用一个时间甲因讨论安尼所以感觉会使应该开起来讲这嘛是一个学习安尼所以礼拜到咱这中间的单线上牧师，伊是退休的牧师，已经讲了1年中70几岁所以佮对逐摆来我就来讲，我拢熟悉，来讲真正较辛苦若是。
9点吼，都要差不多7点吼，还是7点以前都要出门吼，去住伫文山迄个所在。所以呢，互伊安尼讲一场，咱安排这淑珍姐妹来讲一场安尼吼，这是咱后礼拜一个安排。咱来吟上行的诗402首，恳求主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佮保护，假使我言行欠比是正，咱起立来吟首。这首诗歌了后，咱要请牧师祝祷。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